粵語傳承，我係張弛。油條喺粵語嘅地道講法叫乜嘢？佢背後嘅歷史故事，你又知唔知呢？嗱，我哋先嚟問下市民，最後我會解答。出發。這個東西在粵語地道說法叫什麼？知不知道？我不是廣東人。你是哪裏人？重慶人。重慶話這個叫什麼？叫什麼？問他。重慶話這個叫什麼？油條。就叫油條。沒有地道的說法嗎？沒有。你們來廣州是來旅遊，還在這裡生活啊？我在這裡生活，他來旅遊。你來多少年了？從小到大。從小到大，那你是廣州人，你不是重慶人啊？我怎麼會說？老家在重慶的。老家在重慶。對。這個我講一遍，看你能不能知道，叫油炸鬼。油炸鬼。聽過嗎？沒聽過。油炸鬼嘛。知唔知油條粵語叫乜嘢？油條粵語叫油炸鬼。油炸鬼，知唔知佢背後嘅故事？唔知。唔知哦。平時講粵語多定係普通話多啊？我返學要講普通話多。喺屋企係講粵語嘅。係。好。可唔可以問你今年係大概幾多歲啊？17歲。17歲，好多謝。油條嘛。佢有一個地道講法嘅。油炸鬼。油炸鬼。你係邊度人？我係肇慶人。肇慶人。喺廣州生活幾長時間啊？半年。知唔知油炸鬼背後嘅歷史故事㗎？唔知。歷史同語言專家調研，粵語係保留咗宋朝大量古漢語嘅發音同埋用詞，其中油炸鬼就包含咗岳飛同秦檜一段往事。話說喺881年前嘅1142年，奸臣秦檜同佢老婆王氏害死咗岳飛，民間嘅百姓敢怒不敢言，於是咧佢哋就做咗一件事。就係將兩條麵團整成咗秦檜同佢老婆企住嘅樣，嗱，好似咁樣，左邊呢條就係秦檜，右邊呢條呢就係佢老婆王氏，佢將兩條麵團背靠背咁黐埋一齊，跟住將呢兩條麵團掟落個油鑊嗰度，係咁炸佢。嗱，喺油鑊入邊俾熱油煎熬嘅係麵團。但喺百姓心中，喺油鑊入邊翻滾嘅就係秦檜同佢老婆，咁樣做就係為咗幫岳飛將軍出一啖氣。所以從此之後，從宋朝1142年開始，呢啲長條嘅炸麵團就叫做油炸檜。嗱，發音係秦檜嘅檜，油炸檜。但係因為檜呢個字嘅發音，你一發出嚟嘅時候呢，你嘅下嘴唇需要嘟埋個嘴，檜。咁樣發音係比較困難，所以慢慢咧就出現咗一個懶音化，就將油炸檜嘅檜化成咗一隻鬼兩隻鬼嘅鬼，油炸鬼，咁就變咗而家我哋將油條叫做油炸鬼啦。嗱，從此仲有一句詩啊，叫做人從宋後小名檜，我到墳前愧姓秦。所以粵語包含嘅歷史文化遠超你嘅想象。最後想問下，你係邊度人啊？喺你嘅家鄉，油條叫乜嘢？評論區寫出嚟啊！仲有，我哋次次食油炸鬼嘅時候呢，都係幫岳將軍出一啖氣嘅。